先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同我聊聊的呢，是一个我特别的什么嘢，伊係睇經營有機茶園嘅馮家玉，歡迎家玉。你好，家玉嘅，我大伯都會講吼，看到伊啊，會很跟茶園有點連不起來，因為他看起來就很像設計師，吼，你講很多人會這樣講。对，很多人会誤以為我是設計師。係啊，因為你貴人嘅打扮，就算你做嘅係能盧卡七家嘅衫，對，可是看起來真的就是很設計感。而且我又很白，哦，對不對？中呢，嗯，而且以唔係搶買茶哦，能去改有台中茶哦，對啊，然後還可以那麼白。對。然後很多人都想說，我是不是大少奶奶，不用做任何事情？哦，超以敏感的案例比我比較像在經營茶園吧。嘿啊，完全係顛覆，對於外表就已經很顛覆一般的刻板印象。對。哦假使了解家玉的故事，又還會感覺應該會有很多很驚訝的階段哈。我哋今日呢都利用家玉帶來一道小物，好來認識伊。我哋都現場小助理帶本我哋提一項，看下家玉本我哋認識伊嘅代表性的東西係乜嘅？你看是不是？是不是落差很大？我甚至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耶。這個是我們用的鐮刀。茶園使用的鐮刀，我沒有看過這種鐮刀，真的哦，所以這主要是除草嗎？用來除草，就是你一隻手，左手是抓着雜草，然後右手拿着鐮刀，這樣慢慢的割，慢慢的除。哦，古時候茶園的鐮刀黑呀嘅，對。哦，如果你不是有機，其實不需要用到這個，對，就是殺除草劑就好了。對啊，對啊，因為當我們是有機茶園，所以必須每一棵茶樹，你都需要跪下來或是蹲下來，慢慢的去把雜草除掉。你喺家都老公嘅，老公那邊是經營茶園，對，剛能盧卡呢？你家不是，所以你嫁過去了才開始。應該是說我嫁過去幾年之後，我才知道哈，哦，原來他們家有茶園。我一開始不知道，我只知道是有賣茶，哈，所以你剛嫁過去甚至不知道，能盧卡有茶園，我不知道。對，是有某一天，我先生跟我說：“走，我帶你去一個秘密的地方。”然後我就想說：“哦，好啊，就去看看啊。”然後就到茶園之後，那個茶園是完全是野放的。然後走進去的時候，手是要這樣撥開的。然後就覺得哇塞，我來到什麼地方？很好玩的地方。那時候也沒有所謂的排斥，或是覺得不喜歡，就只是覺得好像是還一個很好玩的地方這樣。哦，剛已經結婚嘞？對，已經結婚了，然後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所以一開始你也只是要負責賣茶而已。一開始其實我那時候就是有別的工作，我其實是在教鋼琴。對，然後直到後來小孩子出生，慢慢長大，然後一起經營門市，然後還有就是那時候有做一段時間的那個高山茶批發買賣，就是要到各個縣市去。對，那時候其實小孩子大概是幼稚園，還沒有上幼稚園，大概2-3歲的時候，然後我們就兩夫妻跟小孩子奶粉尿布，我們就拿着就上山，比方說像到杉林溪、到阿里山一些很高山的地方，然後到慢慢的小孩子上。人家去那對付是去批貨，對，就是去就是像高山茶的一些買賣這樣子。那有的時候我們可能會到現場去看採茶阿姨們他們採茶的狀況，我們都要去看，都要去盯着。那時候小孩子都是帶着。那等到他們慢慢的上了國小的時候，國小是中午12點放學嘛，那我們就是他們放學的時候會先在學校用完午餐，然後我們兩夫妻就在車上等，一接到他們之後，我們馬上就飛奔直接到像阿里山、杉林溪的山上去，然後就這樣子，小孩子的除了上廁所以外，吃飯然後寫作業都在車上。哇，對，有一段安尼的時期，然後後來才開始，對，後來才開始。剛你搞鋼琴的人，彈鋼琴的人，對，你第一次要拿，我不知道怎麼用。對，那時候我還問我先生，而且你要真的，真經黑中茶，對，中間會有很大的掙扎吧？很大啊，那時候其實很猶豫，到底該不該？因為其實這個，講白一點就是薪水落差很大。
因为当农民其实就是真的看天吃饭。对，那你当钢琴老师，其实薪水很稳定。哇，这个我相信也地段还有几道好讲的吼，我们等下继续，我们来看天气吼，看他是教育带来对于有创有意义的物品吼。有东西吗？哎，找不到。哎，我要用看的，来看到啊，按这些东西，难怪爱情。伊的金子，哦，压金子特别之处嘞，对，这是我妈妈在18岁的时候，她打工赚的第一笔钱买的金戒指。你妈妈18岁买的？对。然后到了我18岁的时候，我妈妈传承给我。你妈妈现在几岁？我妈妈现在72、73岁。哇，也给56年。安尼哇。然后等到我女儿18岁的时候，我再传承给她。所以这只戒指是我从我女儿那边借过来的。哦，你的某也有18岁啊？25岁了。我女儿25岁了。刚伊都是结婚？我16岁多结婚，17岁生女儿。我就被骗了。哇哦，对啊，好很早哦，非常早。哇，俺的鸦片你应该很难找到像你按周路结婚的呢哈。对，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是爱情冲昏头。对啊，就是我好像认识3个多月就结婚了。啊，我还记得我很久以前替白读都加约时间有讲，就是其实你觉得你蛮早就生了小孩，对，后来觉得还不错，一半一半就是会觉得小孩子在我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长大，而且他们其实很懂事，所以我觉得这一半是好的。那另外一半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当时是小孩带小孩，我跟我先生都是小孩，那小孩子你当然思想方面都会有很多的不成熟，那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磨合争吵，那其实小孩子是受伤最严重的。对，在这个部分我觉得会对小孩子来讲会影响比较大。对，所以我其实很担心我的小孩子很早结婚，所以我会有给他们很多的一些约束。因为你这个还过来人。对，所以其实我会怕说他们像我这样子，这么早结婚。路边那讲，嘿啊，你跟他们一般人呢，高中的时候，对，你都要面对一个家庭的生活。对，就是整个不一样的家庭，然后又要小孩子，这是完全在这个年纪完全是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古说你迄第中的生日的妈妈人本，那个金子，你已经生了第一个小孩。对。那你记得他那时候吞公吗？给我妈妈说，这个是我那时候打工赚来的第一份薪水，然后我买了这个金戒指。我妈妈那时候要给我的时候，她其实也很舍不得。对，然后我就觉得她长得蛮漂亮的。那我就跟我妈妈说，会啦，以后等到你孙女长大之后，我会再传承给她，你放心。我妈妈一直跟我交代说，你绝对不可以用不见的。因为其实我妈妈他们那时候其实很辛苦，因为我妈妈上面还有2个姐姐，那爸爸就是我妈妈的爸爸，他其实很早，大概37岁的时候就离世了。所以他们3个小孩在成长过程中，其实生活的很困苦。对，所以他其实在每一分钱的使用的时候，他其实都很注意、很小心。所以当时他会买下这个金子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反对，包括我的外婆，她也很反对。对，你姑某兄都编啊传家宝啊呢？对啊，传家宝。广东啊，现在也很紧张，现在赶快先还你，把它带回去。对，然后再还给我女儿。好，我们来看第3项物品，可能是我觉得前面2个都蛮有代表性哦。还有。也看就底跟小孩有关。对，这是我小孩子画的，然后他们做的一些，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珍贵的宝藏。也能做哎。对，他们手做的，然后里面还有我们的全家福。你不讲，我以为是你老公带4个女儿哎。
国穷呢，很在像2个女儿2个儿子的感觉，对对对，很多人都这么讲，然后、哦对，所以我都会说对，他是我爸爸。哦，所以呢，如果写卡片本安呢，对，嗯，你讲伊呢安呢，一开始呢安呢跑一跑转跑来跑去，他们都没有怨言，没有怨言，这就是让我们最舍不得的地方。以前国中念书的时候，他们是念私立学校，然后早上7点要到学校，晚上8点50分才放学。那我们那时候晚上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在做茶，他们回来家里第一件事情就是书包先放着，然后就帮忙工作，然后等到可能做到11、2点，他们再把学校剩下的工作再把它完成。很贴心，非常贴心。我们夫妻从来不用去主动叫他们说你们过来帮忙什么的，都不用。哈，对，拢要讲到按怪声音呢，对，所以我觉得非常感恩，真的。上面如何安呢？对，都是3个小孩子都很乖，很贴心。伊能路边那伊能助通，嘿，后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伊能看到爸爸妈妈安辛苦，对，他们看得到说我们辛苦的点。因为像他们8点50分，晚上8点50分放学，他们是吃宵夜，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吃午餐。对，我们因为工作量太大了，就是有茶园要照顾，要除草，然后茶叶要炒焙，然后炒完之后后续还要包装等等之类的，工作量真的太大了。然后又只有我们2夫妻，哇，对，伊能如何生意能困顿，爸爸妈妈有一辛苦，有多辛苦，对，所以伊能就能是讲嘛个伊能录第2天数啊，对，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做生意那边的地方，很多孩子们他们其实会觉得说这个是大人的事情，这个跟我孩子没有任何关系，对，可是所以他们3个会这么做，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很惊讶，因为一般来讲，从农的孩子通常都是会很逃避的。像我先生就是第一个跑出去，对，他就觉得说我从小就是做这些事情，为什么我长大还要再做这些事情，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对，哇，我相信亚团心路历程还有几多可以讲，对，唔是他长安的，我继续来打这个，我爸爸是家里的老二，然后本来就比较不受宠，然后再加上我又是女生，所以我会非常的被他们就是有点嫌弃这样子。对，所以只要每次他们看到我，就会很直接的说你很丑，或是你很怎么样，然后叫我去旁边这样。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炒料的是经营有机茶园的冯家肉，家肉的经理真蛮特别吼，就哇，人家上到16岁结婚，真的是很让人惊讶的事啊！上面生意呢，刚来过后，不但过到老公家卖茶而已。对。过去2年呢，咱伫原来有个茶园，对，人家变做利用公婆用它提做茶。哇，我觉得你人生虽然过后长，可是你人生其实很精彩，起伏很大。几多的起伏啊！我们那边还有几个屯太的公故事，当然先对伊亲做的开始哈，也个过等阵个小妹如何讲哟？对，你小时候2岁的时候，因为很可爱。我妈妈在后面有注记民国73年。哦，嘿嘞，对73年。对，你小时候是照片多的那一种吗？很多，但是其实都是妈妈帮我拍的，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喜欢拍照的人。对，因为从小就是被爷爷奶奶说我是一个很丑的小孩，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部分我不是很喜欢拍照，就从小其实对自己是很没有自信的。对，阿公阿婆的标准会不会太高？这明明就很可爱啊！唔讲卢卡黑，阿公阿婆唔像哈，不疼你吗？不疼，竟然可以那么直接说不疼？对啊，为什么？觉得可能重男轻女吧，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爸爸是家里的老二，然后本来就比较不受宠，然后再加上我又是女生。所以我会非常的被他们就是有点嫌弃这样子，对，所以只要每次他们看到我，就是说就会很直接的说你很丑，或是你很怎么样，然后叫我去旁边这样子。啊，真的？对，真的啊。
对，所以其实从小我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小孩子，哦然后再加上因为我的眼睛的颜色很浅，然后以前小时候我们都会需要注记你农历是几月几号生日，国历是几月几号生日，然后我的农历是在7月7日生日的，所以我的同学都认为说我是鬼月出生的小孩，然后我的眼睛颜色又很浅，所以其实小时候我其实不太有朋友。哈，对，哎、你那故事怎么？我觉得是我们上一辈的人，结果是那么年轻的。就是这样子。故说你的童年玫瑰快乐嘅，没有，所以就是我其实大部分我都是自己一个人玩。哈，对啊，然后我下面有2个弟弟，所以我其实从小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哦，然后我玩的东西不是像女孩子玩的像芭比娃娃或是什么的，没有，我都是玩车子或是枪。因为我想要让我自己变得很强壮，所以我会就是刻意武装我自己，让我觉得好像我是一个男孩子这样子。对。然后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然后我爷爷奶奶就会比较喜欢我一点。对。故说唔讲唔想去本自家吼，去够坚强，去从以前你感觉坚强，如何我从谁来的哈？以前的坚强就要像男生。故说唔睇结婚过后，会面对路卡，你嘅夫家要经营茶园，你就会被自家没有口一周，要做得到这件事，这样。对啊，哦，对，而且你一开始很挣扎，可是你看很挣扎哈，我不知道要不要种茶，结果呢，我就给纸牌哈，你考了按多的证照，对，烘焙证照。也给你去考一考哎，自己想要考的自己自学自己去考的，因为你就是做茶就好，为什么要考这个烘焙的证照？一开始去考证照很单纯，就是想要就是做给孩子吃，因为我们家双胞胎儿子是早产。是早产儿，然后就是有一些东西，尤其是双胞胎弟弟，因为他有过敏性气喘，所以吃东西要很小心、很注意。然后我就想说，我自己来学一点。一开始是第一张证照是面包，那我就想说做，然后给孩子吃，那我又可以过滤一些我们不必要的添加物。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就是经过这一些练习考证照，可以提升自我的一个成长。然后可以让我有自信，然后到最后就是我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茶叶里面，做一个食农教育的这个部分。对。我去考证照，应该我发心态的性别，对，跟老公是支持的哈。你老公都支持你去考这些证照吗？一开始不支持。一开始他会觉得说，你就买外面就好啦，是不是？就是家里已经够忙了，你还去？对啊，他就觉得你就买外面就好啦，那没有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啊，然后小孩子也还小啊之类的。那一开始我就有点挣扎，要不要听他的？后来我就想一想，这是我的生活，我觉得就是我想要做我自己的事情，因为毕竟这么早就进入到婚姻，然后又有小孩，然后又是工作，所以做一些让我觉得可以放松、让自己快乐的事情，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俺也是嘉裕时节，其实你们已经很有名了，可是我不知道冒出头来的那个关键係乜嘅？如果做乜嘅，因為後來因為印度茶園，睇假如個有機，做自家嘅品牌，你哋係用嚟本人看到嘅。你们的特殊之处在哪？我们的特殊之处就是很多茶园他会说它是有机耕种、有机什么什么。那我觉得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是有机，然后是真正有通过认证，然后再加上我们是完全野放的。是一般我们看到的茶园的高度可能是到我们的腰间或是到膝盖，我们的茶树是大概180到200多公分，是很高的。完完全全是让它自然生长，是非常非常少去干扰的，就是偶尔会去除个草，然后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灌溉，包括像是有机肥料或者是水的灌溉完全没有，我们完完全全靠大自然。这个是要有很大的勇气，因为它的产量会比一般有机茶园有去灌溉的产量会减少非常多。嘿啊，对。那一开始侬会想要做那种暗光的事情吗？因为我们希望就是让大家去喝到是最天然、最原始的茶叶。我们自己也在喝，大家也在喝。那我们希望是我们喝的跟大家喝的是一样的。
我记得小时候我曾经听过，就是种菜的一个阿婆，她可能前面种的菜跟后面种的还是不一样的。可能前面有用药或是什么什么的。这个是的，如何个健康的。对，那我们就是从一接手到我们就是很坚持，就是大家喝的就是都一样，不会说是因为我们自己要喝，所以我们要喝特别好，或是我们要没有使用药，没有，大家都一样。对，就会大家想会朝这种够天然的来迈进，你们就是做到底耶哈，就是我直接做最高标，对，直接做最精致的。阿姑说，如黑鸦片里面有，那你有看到？也个迄种抽，还有奖章，对，如黑拿到9国团的青年奖章，对，青年奖。以迄选10杯，全国选10位，全国选10位，然后我是唯一的一位女性。对，然后得奖的就是在那个环境永续这个部分，但是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当然就是我们全家人一起努力的成果。因为如果说单纯只靠某一个人，这个绝对是不可能办得到的。你应该去过几多那种有点像颁奖，或者是各个领域够顶尖的人会集合的地方。对，现在 CMO 业喊黑 COA 哈，女性还是算少吗？算少，尤其是在茶叶这个部分，比例没有那么高。我们以前都会想说，早茶 CMO 业采茶姑娘都会觉得茶园有很多女性。对，但应该是说工作量不一样，比方说采茶的部分，很多都是女性。那制茶的这个部分，大部分都是男性，但是就我看到的，就是很多其实女性像我这样子嫁进去的，她其实都是在背后默默的付出，默默的一起做，但是出头的或者是去领奖的，通常都是男性。对，我就觉得对女孩子来讲可能有点不公平，因为其实他们是一起做的，但是出去比赛或是出去做什么，通常都是先生。那为什么你们家那么特别？我们家这么特别？嘿呀，因为今年我大伯看到佳玉，虽然我们遇到没有很多次，不过我大伯看到佳玉，一夜露骨芦苇提亚，老公都会在旁边，就是一起。可是对，虽然能 Q 他，可是常常都是你负责。也没有都我负责，我们会一起啦。对，其实常常是一起的，可是就不像你说，很多常常都是女生是隐形的，可你们家女性没隐形的。不可以隐形，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就像以前小时候啊，小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婆婆就跟我说，男生不可以做家事。我那时候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做过家事，但是我在我家的时候，我弟弟跟我是要平均分摊家事的啊。所以那时候我双胞胎儿子在5岁的时候，我就要求他们一定要自己洗碗，然后帮忙洗衣服或是折衣服。我婆婆非常不能接受，她说：“男生怎么可以做家事？”然后我心里就想说：“男生不是人吗？所以女生就必须要承担这么多的家务吗？”所以那再加上因为我从小生活的关系，我是家里面的长姐，我爸爸妈妈甚至是我爷爷奶奶那一辈就说：“姐姐，你就是要承担所有的责任。”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太不公平了。所以我就跟我女儿说：“你是姐姐没有错，但是你是女生，所以你不需要承担这么多的责任。你有的时候，当我们在忙的时候，你帮忙看着弟弟，这是互相，大家互相帮忙。但是那个家事是你跟弟弟必须要一起合作的。对。那卢卡就会对卢卡就做到性别平权，一定要对。所以到后来我就慢慢的，就是一开始其实我婆婆不能接受，然后到后面就是双胞胎他们会在门市吃完饭要自己洗碗，然后就会有客人说：“哇，你孙子好厉害，会自己洗碗呢。”一开始慢慢这样，然后到最后客人还没有进门，我婆婆就会主动跟客人说：“我跟你说，我孙子会洗碗哦。”都天天的给家用的给观念没有改变呢。对，好，甲等下呢，家用如果在大家许多因的茶园老啊，我来等下个多阵来。好。然后说为什么不要用药？他说，因为如果用药了，那是不是就跟我们人一样？我们人从一出生，我们会生病，会吃药。那是不是随着我们慢慢长大之后，我们药会越吃越重？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边是我们已经155年的有机野放的茶园，但可以看到，像我们的茶树跟一般看到的不一样，它是完全这么高的。一般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到腰间或是到膝盖，那我们这个是完全让它野放，让它自然生长。对，我们这个品种比较特别，它叫做清新甘仔种。它这个是每7天就要采收一次。这个就是茶、啊，这个绿色的这个，像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心，然后2个叶子。对，你们茶树真的是很高呢。对，所以像这种那么高的，我们通常都是要架着梯子去采它，而且一棵茶树可以采摘的一心2叶不多。所以你们也没办法机械化，对不对？没有办法，它这个品种它很特别，就是它只能手工采摘。对，而且它7天就要采收一次。对，这个就是穿山甲他们挖的洞，因为他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蚂蚁。那我们茶园里面会有很多的生态，包括蚂蚁是其中一个，然后他们就是会到处挖洞去找寻他们的食物。左没几步路就一个，对，这边还2个。对啊，这边就是我们的茶园了。这边是我们茶园之一。这边茶园它比较特别，是我们双胞胎儿子在他们12岁的时候，2兄弟种植的这个地方。印象最深刻，我们有拍到白色的蓝雀，对，然后还有拍到很多微距，很多我们没有看过的昆虫，都很漂亮，都很鲜艳。我们全家人都喜欢摄影，所以我们就可以到处去拍照，就是闲暇之余有空的话就去拍照。拍到什么？然后拍到那个有一只鹅，水滴，蛮多的，还有它头上也有。对啊，对啊，还有锯齿。对，然后这是它的眼睛嘛，复眼嘛，复眼。还有你采茶。我觉得你每次都把我踩得很奇怪。啊，莲花指。这边是要脱鞋的是不是？对，这边我们一定要脱鞋，因为这样子才会符合食品卫生安全。我们刚刚采完的茶之后呢，现在我们要把它倒在我们的竹架粒上面，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让它进行萎凋的部分。萎凋就是我们要让采摘下来的这个茶叶，它的水分就是透过这样子，然后让它慢慢的散失，因为茶叶的水分含量不可以太高。那这边就是我们在做食农教育的一个场域。那尤其像是这一面墙，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消费者他很知道所谓的有机农产品或者是有机的这个概念，可是他没有办法去分辨什么是真正的有机农产品，所以我们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明，然后让消费者很明确的知道说他买到的商品是不是有机的。来，欢迎。我们的茶因为是完全野放的，所以它其实每一口喝到的风味都会随着温度不一样，产生不一样的味道。我们希望我们周遭亲朋好友，包括我们的客人喝到的都是健康、安全，然后是有机的茶叶。我们是全家人一起共同经营这个155年的传承7代的有机茶园。所以最幸福的就是全家人一起做对的事情。别来做客，欢迎来了土豆港友带大家去到伊呢卢卡嘅有机茶园，共差不多5分天，差不多5分，咕噜枪呢6公婆，睇治理啊，只有2个人在处理。接下来我们港友讲，刚人要做的事情，筑墙给啊，除草啊，对，还有摘茶。采茶，对，然后还要炒茶。不过呢，就拉磨汗哎，这样就已经够忙了，很忙，非常忙。因为光是除草我这个没种东西，可是我只要听到家里有种菜啊，要等你，如果讲家是以上爱有机，对，家里的菜园要拔草就很辛苦了，很累。啊，能将2个人爱帮5分的草，对。因为没有能力，没有办法。不过你讲一开始老公卢卡是喺提卖茶嘛？对。本来是不是其实卢卡没有茶园，可是想要用避风，想要放弃了？就是那时候只有我公公一个人在做，然后我先生只是偶尔去帮忙除草这样子。对。啊，不但还没家用，你的婆婆会觉得就算了。
对，他就觉得以前这里都已经这么辛苦了，就现在就卖茶单纯一点就好了。对。能量的那种暗光咯，有想会讲那个想要接的契机，黑嘛？接的契机其实，那时候看我公公其实已经70几岁，将近快80岁，已经很年长了。然后看他自己一个人这样子做，也觉得很舍不得啦。那还有就是他一直很希望就是这一块茶园可以传承下去，因为毕竟已经100多年的茶园了，我公公是第5代。那没有人去接手，其实很可惜。那其实最大的契机就是看着小孩子跟我们这样子奔波，我们其实舍不得。那也希望说让小孩子他们可以有一个很干净、很舒服的地方可以去成长。所以那时候才会想说，那就接手好了。其实问起来，你们是跟别人相反，很多人都是可能种茶种都太难嘞，哈，没办法做下去，让去卖茶。可是你们反过来，你们已经做都是翻了耶，是盘商了。对，已经做到盘商了。其实虽然你跑一跑转，跑来跑去很辛苦，可是其实收入是比较稳定，是很好的，很好的哈。对，啊，结果你按工，等多过来，家庭要讲 heavy 都生意呢。对啊，反而会很辛苦啦。但我们是觉得说辛苦是一回事，就是你要让孩子知道说他们是有个根的。一回事，你跟你老公能提考虑讲我讲嘛，可是你完全没做过这件事。我完全没有做过。我那时候，那你考虑的基础是什么？你没有基础呢，你都黑枪毙都生意的呀，可你不知道。凶的辛苦，比设计风。对，那时候是说傻吗？还是说笨吗？就是不知道才会想说去做看。因为当有做过的时候，一定是会害怕，会想要逃跑吧。因为老公都会逃跑的。对，一开始对超毛衣年轻的时候，他是逃跑出去的。对，他说他发誓绝对不会回来接手茶园这边。哇，对，但是最后还是为了小孩子就回来了。刚一接手是顺利的吗？很不顺利。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很多的一些炒茶的一些器具都被叔叔他们卖掉了。问到嘿，真已经会放弃？对啊，都是因为其实以前他们其实那个面积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因为我公公是长子，他下面还有5个弟弟。那每一个兄弟，他们都有各自的茶园。那些叔叔们，他们把他们的茶园全部都卖掉了，只剩下我们家的。然后当然他们不做了嘛。那他们就把那些器具炒茶的那些器具全部都卖掉。所以我们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贷款，然后盖工厂买机器。你刚刚问起来，挺辛苦的时间是什么时期？就是有没有辛苦到你？后悔做这个决定？有，我们那时候整个茶园就是都被那个茶就是病虫害非常严重，已经几乎整片茶园灭亡。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真的就是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因为请了很多的一些专家来帮我们看，说我们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样去改善这些病虫害？那专家们他们到最后就只有说，你们就真的没办法，你就用药吧。那时候我们就其实很挣扎，到底要不要用药？那我们那时候就跟小孩子讨论，就说你们觉得要不要用药，或者是甚至说我们干脆就不要做了。小孩子他们其实也很单纯，因为他们那个时间点很喜欢看鸟、观赏鸟跟拍鸟。然后所以对鸟类一些大自然的一些，他们有一些研究，他就说，那我们可不可以用鸟吃虫，然后虫吃虫这个方式我们不要用药。然后说为什么不要用药？他说，因为如果用药了，那是不是就跟我们人一样？我们人从一出生，我们会生病，会吃药。那是不是随着我们慢慢长大之后，我们药会越吃越重？那茶树是不是也一样？他们就这样访问我们。刚一年一多岁，那时候他们大概10岁、11岁吧。哇，对。然后我们就想想，好像也是当你一旦用药了之后，因为你这种天然的东西，有机茶园你不可能说你不会有虫啊，不会有病虫害，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是不是一旦用了之后，每一次用的剂量都要越来越重？那我那时候我们就2夫妻就讨论说，那
都已经几乎快灭亡了，那不然就试试看。对，然后到隔一年的春天的时候就长新芽，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去留养个几年这样子。那个时间点是完全没有收入的，就会死马当活马医耶。对，就想说，那就小孩子都这么讲了嘛，就试试看啊。能够去呢，刚刚生意呢，让试过生，能够提能讨论哦。会。小孩子会完完全全知道说家里面的，比方说像是经济状况，或者是说现在茶园的状况，我们都会让他们知道，完全是透明的，因为他们有绝对的参与权。我听拍哦，刚难怪伊能人家，我们一般会说乖啦，用那个乖统称，可是好像不是乖的概念。对，不是，就会伊能很成熟，去了解我们卢卡杜多的某个问题。如果很透明，如像你讲的，我某个如何会同声音的讨论，我们很多事情都会往同一个方向去。而且我们那时候是讲说，当你把事情都透明化之后，其实小孩子会跟父母会比较有凝聚力，会有向心力，大家会为了一件事情，然后去共同努力、共同讨论，大家的共识是一样的。我跟我先生都是出生在传统的家庭里面，就是父母都会觉得说我是爸爸妈妈，我说了算。对。但是到我这边，我不吃这一套。我觉得没有所谓什么你说了算，就是大家就是当然就是有的时候父母该坚持的，比方说像在学业方面，就是我们父母要替他们做决定的。那其他的就是大家一起讨论。感觉伊个教育方式蛮一体配好，我们等下还可以还有东西好讲哦。不过我们汉语团呢都爱喊我来说，对感觉来讲有体配意义的料理。我们等下我继续。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客人会传一些讯息来鼓励我们，或者是像这样的讯息，我们就会觉得虽然在过程中会很辛苦，可是我们这样子的坚持是大家可以看到，然后透过大家的鼓励，其实是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感动。接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炒料的係經有機茶園嘅風格肉，也一個部分呢，我哋都來說好料嘅，來看下先，今日揀肉帶來嘛個對有體配意義嘅料理，像我哋呢處理木本我哋，鹹陽版，係紅白嘅，北部的版本，我哋南部我刚刚是一个字客家音，一个字华语音。南部就会包肉嘅，不过北部就会安尼红白汤圆。对，从小就超爱吃。嘿你吃看这个有没有很因为俺的小处理猪诶，看它身有夯嘅 Q 咪嘛，感觉是很现代的口味哈。对，但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很古早味，就是小时候的味道。细时间迄生慢银猪诶，奶阿婆家婆外婆对不对？对，就小时候就是会跟我妈妈一起搓汤圆，然后再下去煮，然后我就是在旁边等着吃这样子。细时间就食虫会生，很喜欢吃，就是我可以把它当正餐，然后我妈妈都会骂我说你不要不吃饭，都只吃汤圆。所以你们这个不是正餐？不是。它是点心。对。因为对俺的南部的这种包肉的汤圆，其实就可以当正餐。还是只有我。是这样子。也还点心，可是你可以像吃牙给就可以。我可以吃很多碗，然后吃完之后再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休息一下，再继续吃汤圆，就是已经爱到已经就是可以一直吃一直吃。刚刚这时间就按抽哈，你一直都那么瘦吗？对，就是一直。我现在可是你可以吃那么，我现在又比较胖一点。你可以吃几多？对，因为很喜欢，所以我就会一直吃。然后再加上就是因为是妈妈跟外婆他们做的，就是很有自己的味道。对啊。一个是有公啊，你在阿公阿婆这边，就是公母影响的感觉，家公鸦片家婆就够想爸爸妈妈呢？你爸爸妈妈的教育方式很用的耶，也是很传统。
就认为就是说女孩子家不要太多话，所以我从小其实话不多，因为从小其实就是一直处在一个很压抑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女孩子不要太多话，然后你是姐姐，所以你要做很多的事情，真嘅就个传统的家庭，非常传统啊，对啊。刚你跟他，你也没有什么叛逆期，你就会点点就不讲话，内向。我记得有一次我好像国小6年级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吵架，我吵架内容是什么我忘记，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要离家出走，然后我就开了门之后，然后就是走到我家门口旁边，然后车子躲在边边，然后我爸就说你躲在这里做什么？还被发现。对啊，甚至还走不了太远，没有办法走太远，因为我怕他找不到我。我都给你很记得。对，因为我其实小时候因为爸爸妈妈工作很忙，所以我其实是在外婆那边，她带我长大的。对，所以其实只要我放假，我就是会一直很想要去他们那边。然后我妈妈就会很生气，就说我才是你妈，你为什么要一直去那边？哦，伊去加公家婆给片。其实但是我家离外公外婆家走路大概5分钟就到了，其实很近。可是因为我觉得去到那边，我可以吃我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可以看我喜欢看的电视，或是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即使我不太讲话，可是就是外公外婆就是会陪着我，然后有的时候外公就是会骑着摩托车，然后载我去很多地方去绕啊，去什么的，就是会有一个陪伴我的人。哦，故说你的童年其实，在家公家婆那边比较有得到关心，对，哦，对对。刚刚按做就结婚呢，弄第二用的搞生意的呀？你是怎么摸索出？我希望我的小孩，上周用哪些用他们要怎么塑造他们的品性？你怎么摸索？你刚刚16、17岁呢？因为其实应该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因为在我那个时候，在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说，我是爸妈，所以你必须要听我的话。那时候其实我就对我自己说，如果未来我有生小孩，我不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约束我的小孩，因为我不喜欢这样，那凭什么我要这样子去约束我的小孩？对，我会用自己的经验，然后去告诉自己说，不要把这一些曾经自己不舒服的一些动作或是一些言语，然后又是在加深在我的小孩子身上。不过可能后上的时间都会觉得我不要成为我讨厌的大人，最后都成为了嘛哈，一定会。不过还黑。刚刚对生意呢，你是严格的妈妈吗？我是非常严格的妈妈，就是说这样子，你就是一定要这样子。对。你今天假使会举出亲严格的理也黑嘛个啊，像是因为我很早结婚，所以很担心小孩子跟我一样，有规定他们在上大学之前是不可以跟同学或朋友出去玩，然后也不可以有自己的手机，就是如果他要跟同学就是要问功课或是要联系什么的，就是我的手机借他们用，然后等到确定有大学了之后，就是我们会买手机给他们，然后到了大学，就是因为已经成年了，所以你做任何事情，你就是对自己负责啊，我们也不会再过问，就是完全的自由状态。该以能有叛逆期吗？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对我来说，小孩子的叛逆期那个不是叫叛逆期，我觉得那是一种小孩子跟父母沟通的一个方式，只是说他们不知道怎么样透过言语或者是一些方式来做表达。我不会把那个叫做叛逆。那教育方式真给个 tip 呢哈。你也没有去做什么参考，你去给他们说，就是让他们自己去，让他们自己去找。你还按后上，虽然茶颜而子理过辛苦，对，可是你们还年轻，就应该还不用想什么接班的问题嘛哈。可是像我们家双胞胎儿子，他们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就很明确跟我们说，他们一定会接受。我就说你要想清楚哦，你们要，就是我们不会强迫你们做你们不喜欢的事情，但是你们就是要考虑好，因为毕竟当农民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件很轻松容易，而且不是你随口说说就好的事情。对，像我女儿，她就很明确的表态说，我不喜欢当农民，因为我很怕虫，然后我也不喜欢炒茶，因为很热。
哦，对，所以他就是朝他自己喜欢的兴趣，就是设计这个部分他去走。啊，结果用的来的高中路安尼讲，对，啊，伊能更加迄太好毕业呗，啊，今年要还是毕业这样想，对啊，今年要大还是学毕业觉得了愿意以后接下来这样。已经是确定的，而且我先生也把那个农地一半的部分过户给他们了。然后现在就是等着他们今年6月毕业之后，就是农民的身份了。哇哦，对，哈，俺的头都冇留个时间，我已经讲一个 slogan，就是这一家人都很怪。你能去讲没讲过哈？对你自己也觉得你们家很怪，对，很乖。哦，对，很过七妹位一波卡引呢吼，你们这一家人真的很有趣的。对啊，我也觉得。嗯，当然现在才42岁，嘿啊然后回想起以前，就觉得其实是有趣的。对啊，我就觉得我今仔访问嘅60岁的人啊，没当40岁其实就是动体壮年的时期，不过你已经有很多很丰富的经历的。嗯，那你会去想还想做什么吗？你会去计划吗？你会去做计划嘅人啊？就是可能在增加自己的一些成长过程，比方说像是可能在进修去念书。对，因为现在其实孩子们也都大了。啊，不过种茶还可喜欢，你是会继续可以说是喜欢种茶吗？我其都这样来讲实是喜欢的，其实应该是说，以前小时候我们自然课是不是都要养蚕宝宝？嗯，我其实是很怕蚕宝宝，但是我第一次到茶园看到那一些茶蚕的时候，我不会怕，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下我没有让我觉得害怕的感觉。然后后来我去心里想说，所以是我觉得是老天爷的安排吧，就是未来就是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对，而且我觉得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在有机茶园的经营，它虽然说是很辛苦，可是有一次我们收到一个讯息，就是有一位大哥，他因为生病癌症，所以他长期买我们家的有机茶。那到了大概2年前过年之后，我们收到他的讯息，但是是他太太传来的。他太太说：“我先生非常喜欢你们的茶，那谢谢你们在这段时间，就是在他不舒服的这些日子里面，就是我们的有机茶陪伴着他这样子。那他在过年前的时候已经走了。哦，对，然后就是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客人会传一些讯息来鼓励我们，或者是像这样的讯息，我们就会觉得。”虽然在过程中会很辛苦，可是我们这样子的坚持是大家可以看到，然后透过大家的鼓励，其实是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感动。对。然后还有就是小孩子愿意接受，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上天的礼物。对。都看过人家很怪的一家人，某种程度可以讲蛮有福报的。对。好，虽然辛苦，不过对你也可以讲大家。某种程度大家都很辛苦，对啊。不过其实有过都做的观光去做去坚持的事情，不过觉得很值得。而且我们又是全家人一起做，我们觉得对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其实都觉得是很幸福的。好，非常感谢，感谢你，谢谢。今天带来很精彩的故事，谢谢，谢谢，谢谢。你冇识到为什么？好死，好的，你是真的可以把它吃完，对不对？真的啊。我眼可以留时间不认识。就买土豆丝的董柱，我会有点吃不下，你还是可以。可以啊，可以一直吃到我妈妈说你拜托你不要再吃了。为什么你还没有到不用吃什么就会胖的？我现在已经要控制了。真的吗？可能是体质吧，我们家都这样瘦瘦的。我以前也可以这样叫。还有应该就是喝茶也有关系。啊，真的吗？对，喝茶有好。喝茶。